来看选举的消息，针对台北市长的选战，网络媒体日前公布最新的民调，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以36.9%的支持度领先。民进党这个候选人陈时中有29.4%的支持度，无党籍这个黄珊珊有22.8%。不过蒋万安和资深的媒体人也了讲，因老爸多年前的绯闻的女主角，还有这个黄珊珊嘛面临难题，讲台北市长高文天为着要为这个高虹安形容女性被性侵，互人批评讲这是失言，咁会影响到选情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黄珊珊回应讲，高文天的结论家己要承担。喺咧工厂坐斗阵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，含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，破头开讲讲袂停，工厂的告伊。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万来，伊想要含陈时中小姐问，有一角远，所以就无过去啊。两个人上新民调冒一段距离，根据网络媒体22号公布结果，蒋万安暂时领先，含陈时中差不多7%，陈时中嘛赢黄珊珊7%左右。不过蒋万安虽望领先，所靠资深媒体人也聊因老爸几啊年前的查某朋友。选举选成这样，真的是台湾的悲哀，带给我家人如此残忍的伤害，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舍，也很难相信选举是如此的嗜血。选举里面有很多其他的，那我相信这是由这个候选人本身自己去回应就好，我很难帮他回应。无想要加讲蒋介代志，不过蒋万安前一天批评陈时中和王必胜是民进党细汉的，和陈时中来美欧北讲话。他用黑道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形容政府的官员，我觉得要拿出证据来，那否则这样就是不道德。黄珊珊嘛，到尾去红埔，台北市长高文体有着高虹安，讲是查囡仔红侮辱、红美欧北讲话，影响黄珊珊的选情。高虹安委员的事件，他问题的本质是什么？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讨论。市长的发言，他自己的言论的责任，他自己也要承担。投票日剩2个月，台北市长选战，谁较得人心，到时阵就知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